大家好，我是小刘，今朝去无锡摘菜，做上我们珠江主办无锡新店金盏落成。那么老板第一时间打只电话给我，邀请我去吃顿饭，大家试一试。我当然不能拒绝了。人生的道路是一转一宽的。司马老师你好，因为今天开着大奔来接我。对，我给你拿一下。谢谢。无锡单子现在是发展得真个嗨个，大家看看边浪向一个双子楼，盖得不得了，还搭看上去像市中心，真的蛮漂亮。我网浪向经常看人评论的，手抓烧鸡前头偏干，因为你半个长花多。你假使拿鱼缸、上肉、张高杠、太仓一点浪花再去脱，手抓有可能是比不过无锡人。安排店的老板叫谢师母，是手抓师母老师的学生子。我给大家指挥一下。司马老师你好。你好，小刘老师。刚刚开张就有顾客上门。今年是按照榜子485最年轻中国最早的主办品牌。第一饭店是嘉靖18年1539年开了手抓华堂，大家算算在今朝几花年数着？搿些辰光就相当有名气着。后首来嘉靖皇帝就聘礼到宫里向为御史，就是专门帮皇帝当经。所以到今朝我都可以到故宫博物馆里向去看，有十几件文物侪是珠江出产。那么司马老师呢，就是第宋代传承人，就是手抓后街广场搿饭店的老板，就是刚刚来接我搿位司机，现在辣帮学生子上课，平易近人，一点没架子。不仅可以在我们家去选款，而且还可以你自己带图来定制。珠江之邦，中华历史好啊！司马懿高手神，今年是相亲，谁发摘菜结束，现在去洗车。那个红烧肉有特色的，得崩晒了一袋。哇，这条鱼好大，好像我在外面吃饭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吃到这么大的鱼，应该都要半米了吧？这个鱼不止了，1米。服务员，这什么鱼啊？大白鱼。大白鱼，那真的是大白鱼啊！这大家看有多大？这是我的手掌，看这个鱼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白鱼。司马老师，半年时间，子刚已经开了苏州、常州、无锡3个地方3家店，接下来你们打算进军哪里？我们暂定昆山、上海、杭州。